美国职棒大联盟今天在声明中确认，波士顿红袜投手莱特 Steven Wright 因对能提升表现的禁用药物呈现阳性反应，将被禁赛80场。声明中提到，34岁的莱特对生长激素释放肽2 GHRP 横线2检测呈阳性反应，违反大联盟的联合药物预防和治疗计划。右投莱特是红袜2度拿下世界大赛冠军的老将，如今将错失本季前半段的比赛。红袜球团在声明中表示，即便我们对违反规定的消息感到失望，但此刻我们会提供莱特适当的协助。莱特透过大联盟球员工会发出声明，表示他对未通过药检感到困惑。莱特说，尽管我未对药检结果多做争辩，但我对此感到震惊，因为我从未刻意使用目的在促进表现的药物。他补充道，我会全力和大联盟配合，并持续尝试找出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。这是莱特去年至今第2次遭到禁赛。他在2018年因为被指控家暴而坐了15场球监。